虽然讲这个疫情2级的警戒延长到11月15，也毋过因为国内的疫情稳定，所以为今仔日开始防疫大解封。而这个室内室外运动，到 KTV 唱歌、去浸温泉、做水浴相关的活动，拢会当甲喙暗剃掉。若办活动，嘛无人数的限制咯。另外，这个舞厅、夜店、酒吧嘛拢总来开放，户外观光景点嘛来取消掉人流的限制。都一阵小少去唱歌的朋友，讲这唱歌总算毋免搁来挂喙暗咯，有够痛。终于可以把口罩拿下来唱歌了！一到半暝12点，原本挂喙暗唱歌的民众，做伙甲喙暗摕落来，总算会使唱过去，欢喜唱歌。很高兴，很嗨。就今天是特别订超过12点的包厢。对。业者讲，开放 KTV 烫喙暗食物件，业者嘛开始恢复疫情进前的状态。因为很多消费者已经知道了，所以我们的业绩回笼率大概已经恢复到80%左右了。今仔日开始，指挥中心甲防疫管制放令，除了 KTV 免挂喙暗，会使食物件去健身房嘛，唔免挂。开心啊！参加跑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闷啊。现在可以不用戴口罩的状况下，就是可以慢慢调试到原本的状态。7月13健身要是挂喙暗，挂忍受喙暗变淡，真歹喘气。即卖会使好好喘气来运动，有运动习惯的民众拢讲真欢喜。就是馆内的人员，不管是在带参观介绍，或是在1对1上课的途中，我们馆内人员还是会继续戴口罩。虽然规定放令，不过业者为着防疫安全，要求教练袂使烫喙暗，去外定期消毒，防疫措施做甲真好。高雄丁清湖风景区大门口甲限制人数的告示牌提掉，看得出游客心情真好。带来很多的方便啊，只要保持相关的社交距离啊。今仔日嘛取消室外人流限制和集会人数的上限，不过丁清湖的室内游客中心游玩暂停开放。我们就考量从礼拜6就开始，那这段期间就会做一个简单的清洁、整理跟消毒的一个作业。因为台湾连续8天无本土确诊的病例，防疫放假真灵，不过提醒民众出外要是会记得挂喙暗，保持社交距离，千万袂当放假伤松。